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佛法心靈輔導，幫你揾到出路。好多人都會問，究竟咩叫做佛法心靈輔導呢？佛法心靈輔導其實係以佛法為基礎嘅一種心理輔導，亦都係香港首創嘅輔導模式，係一個結合佛教智慧同埋心理輔導技巧嘅輔導取向。我哋佛教咧講求嘅就係圍繞心嘅法門，心靈輔導就係重新去幫助人點樣去發掘內心嘅潛能，促進個人嘅成長。佛法心靈輔導係以四聖諦為基礎，緣起法為理念，等我哋從認識自己嘅心開始，然後學習點樣去調伏我哋自己嘅心，繼而可以從心結裏面咧去解脫出嚟，帶住安然面向人生嘅高低起伏。佛法心靈輔導嘅目標係希望能夠令到我哋嘅來訪者感受痛苦嘅心，透過唔同嘅方法，包括係靜心練習啦、佛法智慧、輔導技巧等等，嚟提升佢哋嘅洞察力，從源頭咧去療癒佢痛苦嘅心，揾到內心嘅平靜，繼而能夠解決問題。可以講呢個係得到內心解脫嘅方式，又或者稱為心嘅解脫。呢一個就係佛法心靈輔導同一般輔導嘅重要分別。另外，佛法心靈輔導亦都有兩個好重要嘅特色。第一個特色就係解脫，唔係解決。咩叫做內在嘅解脫呢？當我哋感受到痛苦嘅時候，一般人都會將痛苦歸咎於外在嘅因素，或者係歸咎於自己，然後做出好多抗拒或者係逃避等等唔同嘅反應。其實無論邊一種嘅情況，一般都係集中處理外在嘅因素，唔係內在嘅心。就算承認我哋內在有一啲嘅問題，只為理解為個人嘅層面，而唔係心嘅執着。咩叫心嘅執着呢？就係一個深層意義裏面呢，係對有一個恆常、單一、持久嘅我嘅執着。呢個就係我哋所講我執啦，或者一啲嘅錯誤嘅觀念。換言之，解決就係指外在嘅環境裏面個人嘅層面點樣去處理問題，而解脫呢，就係講能夠懂得去放下對心嘅執着。第二個特點就係心嘅解脫。簡單嚟講呢，呢個就係我哋喺佛法心靈輔導裏面呢，我哋講求嘅就係自己改變，唔係去改變其他人。呢個亦都係我哋輔導嘅重要嘅切入點，唔係改變環境，亦都唔係改變其他人，而係改變自己。因為既然痛苦係嚟自內心嘅執着，而呢個執着呢，一日未發現呢，佢一日都唔會作改變嘅。縱使我哋控制外在嘅條件，佢都係暫時得到舒緩，但痛苦仍然都會存在。所以當類似嘅環境再出現嘅時候呢，人就好自然呢係面對同樣嘅痛苦。而且呢啲伴隨住執着而產生嘅偏見啦、誤解或者習慣嘅時候，好多時候已經變成自然嘅反應嘅運作模式，好多時候都避免唔到呢個痛苦呢再出現。所以我哋一定要係從自己改變自己開始，揾到執着嘅地方而作出轉化，呢個就係心嘅解脫。以上嘅輔導方向都係以佛法智慧為基礎。例如我哋要認識苦嘅本質，我哋要認識苦先可以脫離痛苦，學習緣起嘅法則，認識五蘊啦、無常、無我等等。我哋希望透過佛法嘅智慧，幫助我哋嘅來訪者點樣去除呢個困惑同埋煩惱，重新去體會生命整體嘅定位同埋方向，希望能夠做到呢係脫離呢個痛苦。而喺過程裏面，輔導員呢係以一個開放
同理嘅心，與同行者嘅角色，陪伴我哋嘅來訪者呢，一齊走入深入探索我哋內心嘅世界，開展一個平和、充實而有意義嘅人生。多謝大家收睇。